年12到送10節，台灣各地就會有當地人當講下南到台灣每個鄉村辦道去看鐘錶，因為有幾萬隻會喺北方飛來到台灣，當場係來慶祝呢個國慶，所以睇這個含義國慶錶。北京話念作會面狂音，客話老河洛話強浪，我攞南魯恩。所以伫了只時間，所以係療日，伫看安最有名嘅滿洲里的橋，就會有幾千幾萬嘅人就來看南魯恩飛過，天底下老天堂，同時伫個做鬧熱。其實南魯恩來台灣唔係去過冬，係去過景，因為佢哋嘅翻出去係從日本到中國東北了只氣域。秋天時節，大部分為下南到南洋過冬嘅，就會經過台灣喺恆春半島來歇困。所以喺呢晚前，閏時號，就在你看到廿8張南魯恩強下喺三六東北，雖然新起來嘅小溪流直見呢，長腰就放強咯。看釣嘅人含安人安樂恩處，喺北方嘅翻出去飛到南洋最少咪5、6千公里，所以南魯恩飛過台灣嘅時間天朝會歇困。做呢度好白是釣水。你做到衝來加減息，因為佢條天然日天晚港就會出發，繼續下南到菲律賓到南洋去過冬。不過喺頭擺還冇賣部落觀念嘅年代，採天然會喺安布斯到歇喺蘇丹嘅南魯恩打下來食，冇是哪去賣，所以頭擺就係流傳於其鑼鼓輦語，南魯恩14900。當然，你下部落觀念提醒，你係南魯恩來到台灣，唔但將唔會冇命，還變做台灣嘅國慶釣。每年下幾萬人當講就去看佢表演遷移台戲。不過實在講，釣唔係人，其實會來幾多冇人為地。有人提起擺就看到幾千隻，沒有人來去去當到擺。大擺就看到朗朗上上，冇法度，安人就係太自然，很撤退總準啊！